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，我係主持大啡哥。今日帶大家走入一個掛住孫中山箱、擺住黑白電視機同木製麻雀台嘅會所。明明似歷史展覽，但原來係政府拍賣嘅無主物業。點解一個同鄉會會所會走到要被拍賣呢個地步呢？背後有邊個人、邊個決定，令到一段社團史走到轉捩點，值得我哋慢慢睇清。如果你都想一路追住呢類睇似冷門但好貼地嘅香港故事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撳下個鐘仔。我哋承諾每次都幫你拆解新聞入邊嘅人情味同制度細節。今日會講兩單真實個案，最後有一段小分析同想聽你哋留言。第一單焦點放喺深水埗德昌大廈嘅河源橋港同鄉會，行入去牆上係國父孫中山嘅相，角落有舊式水壺、黑白電視機、麻雀台，一陣時光倒流嘅味道。不過呢度唔係博物館，係一個曾經由同鄉自資購置嘅會所。時間拉翻去1963年，幾位熱心同鄉籌錢，用36000蚊買入呢個約496尺單位做會所。1964年仲搞過盛大開幕，1966年正式喺公司註冊處註冊，之後都有定期更新董事名冊，但最後一次更新已經係1991年啦。其後長期冇交周年申報，到2009年被公司註冊處解散，單位復歸政府。講到呢度，要認識一位關鍵人物朱百祥，佢係河源橋港同鄉會董事兼永遠榮譽會長，亦係出資買會址嘅其中一人。會所入面見到命名為八祥堂嘅牌匾，仲有佢喺工程公司牆上同前港督麥理浩嘅合照。老實講，社團已有地方有運作，背後都係有班人默默承擔。朱百祥就係其中一位。讚一讚佢嘅一，肯出資，肯擔起保育同鄉網絡嘅責任；讚佢嘅二，佢喺回歸之後都能夠與時並進。1999年參與成立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，今日佢嘅兒子朱建清仍然係該會常務副主席，延續聯繫同鄉嘅初心。再睇翻會所內嘅細節，就會知道佢嘅定位。1949年至1997年嘅香港社團世界左右分明，親共或者親國民黨。河源橋港同鄉會掛住孫中山箱，舊報紙仲揾到佢哋表明擁護中華民國政府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。台灣世界廣東同鄉總會嘅特刊亦列出佢哋係屬會。時間繼續推進，隨住回歸，呢類親國民黨社團逐漸凋零，會員老化，後繼乏人，都係不少社團共同面對嘅現實。會所入邊有多封寄到嚟但未拆嘅信，10年後仍然收到由台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寄嚟嘅僑信報紙，成個現場就好似被時間凍結。2025年10月，地政總署開放拍賣呢個單位，冇公開參考價或者底價。新買家要準備補交多年欠落嘅管理費、雜費，仲要承擔日久失修嘅維修成本。去到2026年1月底，地政總署公布呢個單位已經喺2025年12月以150萬元賣出。點解名下有物業嘅公司最後會被解散，單位復歸政府？大廈保安口述話，以前同鄉會保養得宜，10多年前都有人管理，但負責人離世後就冇人打理，亦冇後人接手。呢類情況喺老社團確係常見，亦反映社團要延續，除咗情懷，仲要有制度同交接。我自己睇河源橋港同鄉會呢個個案，唔只係一個空置單位嘅故事，而係一種時代轉型嘅縮影。朱百祥由右派同鄉會會長到參與創立親左派社團，某程度上就係社團如何穩住同鄉連結、適應大環境嘅一個寫照。觀眾你哋又點睇？社團要延續係應該靠制度定係靠人？小結一下第一單，會所由同鄉共同建立。歷史厚重，隨時代演變，社團式微，公司被解散，物業拍賣，最終由新買家接手。我哋見到人嘅努力，亦見到制度嘅斷層。第二個案例，地點去到葵涌，一個約560尺嘅單位，一入去就聞到霉味，天花油漆剝落，閣樓圍板有鏽，房門拆咗擺喺一邊，衣架同幾大袋紅白藍膠袋散落。最有畫面感嘅係試衫用嘅人偶仍然屹立不倒。原業主係1991年成立嘅基富實業有限公司。1992年以59萬元購入，公司喺2002年後冇交周年申報，2007年被公司註冊處除名。兩名股東兼董事喺2005年欠不同財務公司嘅款，總額超過200萬元。佢哋任股東兼董事嘅另一間公司，2006年被申請破產，2009年被強制清盤。呢個單位被丟空18年，2025年10月開放拍賣，最後以120萬元賣出。買家同樣要處理多年嘅雜費同維修。轉到制度層面，呢兩單並非冰山一角。香港01調查發現，政府接管無主物業好多時依賴其他部門轉介，部門與部門之間資料未必互通，甚至有極端個案係物業收歸半世紀後先招標拍賣。有人就提出，
政府應該設一個例如5年期限嘅主動接管機制，減少空置帶嚟嘅浪費同風險。當然呢啲都要按現行法規逐步檢視。你會唔會支持更主動嘅接管安排，定係覺得現有做法已經夠穩妥？講到呢度，俾我哋翻去今日嘅中心人物朱百祥。作為同鄉會嘅重要推動者，佢嘅貢獻喺會所嘅百祥堂、喺公司牆上同麥理浩嘅合照都有跡可尋。最值得肯定嘅係佢願意喺不同年代用方法去連結同鄉。喺回歸後加入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，繼續以社團去凝聚人心。呢種跨時代、跨陣營嘅適應力喺社團世界唔容易。面對今日物業拍賣、老會所被清空，佢曾經做過嘅努力仍然留喺大家記憶入邊。如果你中意呢啲有畫面感、有時代味道嘅深入新聞旁白，俾個贊同分享俾朋友。亦都提大家，如果最近要去旅行要訂機票酒店，可以係影片描述欄撳我專屬優惠連結，慳到先至係王道。最後總結今日幾個關鍵字：無主物業、同鄉會、拍賣、時代轉型、朱百祥。由深水埗到葵涌兩個單位嘅命運，反映制度需要更順暢，亦反映人與社團如何面對變化。我想問大家，假如有一個充滿歷史痕跡嘅老會所放喺你面前，你會選擇保育原貌定係翻新再用？留言同我哋講下你嘅睇法。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撳下個鐘仔。我係大飛哥，下集再同你飲杯啡，睇清娛樂背後嘅人情味。